新任行政法務司司長黃少澤、新任保安司司長陳子敬同新任檢察院檢察長唐曉峰10月16日喺政府總部宣誓就職，行政長官岑浩輝監誓。我相信喺以往即係立法會同呢個行政部門之間良好溝通基礎之上呢，我有信心喺呢方面嘅溝通係不斷去改善。當然即係我哋係完全係開放嘅，任何渠道呢，我哋亦都係希望係即係多聽意見。接住落嚟嘅時間呢，亦都係會走訪社區，任命我出任保安司司長一職。對於我嚟講，呢個既係一個榮譽，更多嘅係一份責任。喺未來嘅工作中，我會善用過往擔任廉政專員及檢察長嘅經驗，堅守法治嘅精神，強化制度嘅建設，完善執法協作以及監督嘅機制，確保執法人員廉潔奉公、公正執法，持續提升保安部隊嘅專業化、現代化同埋智能化。未來嘅工作嘅重點呢，我將會帶領檢察院嘅團隊，堅持法治嘅原則，嚴格公正執法，進一步加強對司法活動嘅監督咧，同埋提升司法嘅效率嘅，維護法治嘅公正性同埋權威性。檢察院都會積極參與區域嘅合作、法治嘅協同同埋規則嘅對接啦。喺呢個嘅區域合作中咧，發揮檢察職能，同時都加大檢察工作嘅電子化嘅發展嘅力度，提升咧案件嘅辦案嘅質量。同日，行政長官委任黃少澤為行政會委員同行政會發言人，並進行宣誓就職。